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6月4號星期四，先嚟關注一則突發消息。烏克蘭嘅遠程無人機喺克里米亞大橋附近又成功人肉搜索到一架俄羅斯斯韋特利亞克級別嘅巡邏艦，仲直接撞咗落去。據報有幾名俄羅斯水兵不幸喪生。計埋呢一次已經係過去24小時入面第二架被烏軍無人機打中嘅俄羅斯船艦。喺呢一件事之前，烏軍仲用打擊無人機將俄軍喺頓涅茨克一個彈藥庫一鋪清袋，現場爆炸嘅火光將黑夜照到好似日頭咁樣。不得不講，烏軍呢2日用埋啲平靚正嘅無人機，接二連三咁樣重創俄羅斯嘅正規軍艦，呢一種戰術令到俄羅斯本來就所剩無幾又貴到爆嘅海上防衛資產，全部變成高風險目標。睇怕而家俄軍對克里米亞同南線補給線嘅安全感已經集體縮水啦。今日係6·4事件37週年嘅紀念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喺美國駐華使館嘅官方帳號分別用簡體中文同英文發表咗紀念聲明。盧比奧喺聲明入邊指出，6月4號係中國共產黨命令佢嘅軍隊向天安門廣場同埋周邊嘅數以千計和平示威者發動攻擊嘅37週年，全世界都銘記住呢一日。當時聚集喺嗰度嘅中國學生、工人同埋其他平民，為咗行使佢哋嘅天賦權利，要求民主改革，對腐敗追責而遭到殺害。我哋緬懷佢哋嘅生命，並向佢哋致敬。嗰啲為咗捍衛表達自由同和平集會，唔可以剝奪權利而作出犧牲嘅人，總有一日會得到昭雪。美國國會同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嘅主席丹沙利文同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亦都共同發聲明話，喺坦克開入北京嘅37年之後，中國共產黨依然拒絕回答一個最基本嘅問題：點解爭取自由同改革嘅和平呼聲換嚟嘅係槍林彈雨同血腥鎮壓？今日我哋共同銘記中共至今仍然企圖抹去嘅真相，亦都表示中共可以佔領廣場，但冇辦法主宰良知；佢可以審查歷史，但冇辦法抹殺記憶。我哋將繼續喺每年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直到中國同香港嘅人民能夠喺冇恐懼、懲罰或者限制嘅情況下，自由對呢一日進行悼念。可以睇到喺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37週年嘅今日，美國行政同立法部門展現咗高度一致嘅堅定立場。呢一啲行動唔單止係對歷史真相嘅捍衛，更加係美國喺面對中共威權擴張嘅時候，重申道德勇氣同國家戰略嘅重要指標。咁佢講明，美國對華政策嘅核心已經非常清楚，唔能夠將中共視為普通嘅競爭者，而必須要睇到中共係一個害怕真相、害怕信仰、害怕人民記憶嘅極權政權。而喺中國對岸嘅台灣，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亦都發表咗紀念聲明。佢話：一個真正偉大嘅國家唔應該迷信船堅炮利、窮兵黷武，而應該要容納唔同嘅聲音，保護人民追求夢想嘅權利，並且勇敢咁樣面對歷史嘅傷口。民主國家嘅力量唔靠一啲宏大嘅術士，亦都唔需要由上而下嘅主旋律。民主國家嘅力量嚟自人民多元嘅聲音，嚟自人民嘅眾志成城。國家嘅偉大唔喺土地嘅大小，唔喺武力嘅強弱，而喺人民能唔能夠自由，能唔能夠被尊重，可唔可以安心追求自己嘅人生。對此咧，中國問題專家蔡慎坤先生話：賴清德喺呢一個特別嘅日子入面，同中國嘅大陸人發聲好有必要，因為6·4唔單止係一段被刻意掩蓋嘅歷史，更加係一道至今都冇愈合嘅人權傷口。37年嚟，無數中國人失去咗公開討論呢一段歷史嘅權利，年輕一代甚至喺嚴格嘅信息封鎖下面，
對呢一場改變中國命運嘅事件所知甚少。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嚟自台灣嘅公開紀念同聲援，唔單止係追憶歷史，更喺度捍衛人類共同珍視嘅自由同尊嚴。佢都指出，賴清德其實都喺度提醒嗰啲對中共抱有幻想嘅台灣人，自由同專制、開放同封閉，本質上係兩種截然唔同嘅價值體系。而台灣同中國最大嘅唔同，唔在於經濟規模，亦唔在於軍事實力，而在於人民能唔能夠自由表達意見、監督執政者，仲有參與公共事務。一個尊重個人權利嘅社會，唔可能同一個將政治穩定凌駕喺公民自由之上嘅體制兼容。咁喺我哋更加多精彩節目內容之前，提醒各位觀眾朋友，請記得點讚、訂閱粵語快報，你嘅支持就係我哋持續更新嘅重要動力。咁喺6四37週年嘅前夕，香港銅鑼灣一帶6月3號嘅戒備非常森嚴。下晝大約4點22分，連續10幾年喺呢一個日子，都會去銅鑼灣嘅行為藝術家三木，本名係陳色心，出現喺 Sogo 百貨出邊嘅東角道。當時佢由隨身嘅布袋入邊攞出咗一條紅線，準備綁喺路牌柱上面。4、5個便衣警員一見到，即刻衝上去阻止，並將佢帶到一邊手袋同登記身份證。成個截查過程大約2分鐘，期間三木並冇講嘢，之後被警方放行。三木事後接受訪問嘅時候解釋，呢一條紅線嘅長度特登剪成6.4米，目的係為咗悼念死者。佢透露，事前其實冇收到當局嘅警告或者所謂嘅有線提醒，叫佢唔好去維園。但佢坦言喺而家嘅社會環境下，基本上已經乜都做唔到。當被問到對近年環境變化嘅感受，佢好直接咁話越嚟越差。最後，三木喺警員嘅護送之下離開東角道，喺下晝4點半左右行入港鐵站搭車走人，全程喺銅鑼灣逗留咗唔到10分鐘。佢話：如果法律冇禁止嘅話，希望未來每一年都可以繼續去維園。除咗三木之外，到咗挨晚時分，另一個藝術家陳美彤手持一個問號形狀嘅氫氣球喺 Sogo 百貨外面企喺度，同樣係2分鐘之內就俾多名警員包圍截查。警員當時以氣球唔可以帶入港鐵為理由，喺港鐵站出邊將佢個氣球整爛咗，放入佢個袋度，然後一齊護送佢入閘搭車。根據資料顯示，陳美彤舊年喺同一個地方，亦都因為吹波波糖而被警方搜查兼護送離開。另外，社運人士雷玉蓮夜晚去到東角道嘅時候，一路上亦都有便衣警員貼身跟尾。而家銅鑼灣街頭可以話係山雨欲來，戒備森嚴。警方喺 Sogo 百貨門口同埋記利佐治街架設咗一啲攔車器。仲派出咗一隊反恐特勤隊喺東角道同駱克道一帶高調巡邏，港鐵站出口亦都有大批嘅警員駐守，隨時截查市民。至於以前用嚟舉辦悼念集會嘅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今年已經係連續第4年由多個同鄉社團租嚟用，舉辦一啲家鄉嘅市集嘉年華。個展期咧啱啱好橫跨晒成個6四，而呢個嘉年華亦喺今日正式開幕。現場可以話係一隻蚊都飛唔入，入口全部俾高牆包圍，喺場外面完全睇唔到入邊嘅情況。所有入場嘅市民都一定要過安檢，現場工作人員不斷大叫收遮收遮，打開手袋，逐個隨身檢查大家嘅袋，仲嚴格禁止市民喺場入邊開遮。咁講完亞洲嘅情況，我哋去睇下美伊關係。雖然美伊兩面一向都係打下傾下，但係最近好似有啲突破性嘅進展。特朗普總統禮拜3話，雖然最近打得好熱鬧，但係過2日美伊兩國好可能會坐低談判。特朗普仲好幽默咁解讀喺中東嗰個地方，所謂停火其實即係大家繼續開火。不過咧，開得比較克制咁解。
佢仲爆料話，伊朗早前之所以瘋狂報復科威特，係因為前一晚被美軍打得太慘，面子上面掛唔住，先至要扎扎跳揾人出氣。最震撼嘅係，特朗普透露，伊朗竟然同意等美軍進入佢哋境內一個被炸毀嘅山體設施，去掘翻一啲被掩埋嘅核材料出嚟。特朗普話佢目標好明確，就係要攞到呢一批高濃縮鈾，然後同伊朗一齊將佢哋徹底消滅。不過特朗普都好愛惜美國嘅大兵，強調絕對唔會派地面部隊去冒險突襲，一定要等局勢緩和、安全第一先至去伊朗。不過海外要威懾，國內都要燒錢。五角大樓最近就手頭比較緊，話2026財年嘅預算係嚴重超支，因為除咗中東要部署，南部邊境要執法，連油價都升埋，而家連軍隊訓練都要慳得就慳。本來五角大樓想申請多2000億美金應急錢，但係美國國會兩黨而家炒大鑊。眾議院甚至通過決議，限制特朗普對伊朗嘅軍事行動。特朗普隨即喺佢自己嘅真相社媒發文炮轟，話呢一個投票根本就係做 show， 批評民主黨人寧願睇住國家失敗，都唔想俾佢攞到政治頭彩。其實講真啊，美國而家嘅國防預算雖然已經升到接近1萬億美金，甚至2027年想申請1.5萬億，佔咗 GDP 嘅4.7%，但係同冷戰時期雷根時代嘅6%相比，而家呢一筆錢更加似係幫過去補交帳單。何況美國嘅對手中共，2026年國防預算高達1.94萬億人民幣，外界估計實際數目仲要高多3到6成。中共將軍費打散喺一啲所謂軍民融合航天網絡入面，表面上扮晒低調，實際上係動用埋舉國嘅體制嚟搞軍事擴張。再加上由於中共一向數據唔透明，真實嘅軍費支出外界好難獨立證實。但如果按照美軍嘅估算，中共呢4000幾億美金嘅實際軍費規模已經係高達全球第2啦。所以美國兩黨如果而家仲喺度玩政治內耗，前線美軍嘅後勤真係令人飆晒冷汗。都咪話唔驚，面對極權國家嘅實質挑釁，美國兩黨如果可以放低分歧，盡快通過國防補充撥款，先可以為美軍提供強硬嘅財政同能源後盾，確保美國呢一座自由燈塔喺維持戰備威懾嘅時候可以冇後顧之憂。更何況中共嘅黑手已經摸到去中東，有3名知情人士喺5月30號同 NBC 新聞透露，上個月美軍被擊落嘅 F-15E 戰機，好可能係被中國製嘅堅射導彈打中。當時呢一場事故係導致咗一場極其危險嘅真實版雷霆救兵行動。好彩2名飛行員最終被獲救，如果落入伊朗手入面，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唔單止咁樣啊，美國國家利益雜誌6月3號話，美國嘅情報機構評估認為，中共計劃喺未來幾個禮拜內繼續通過第三方掩蓋來源國嘅身份，向伊朗輸出更加多嘅防空武器系統。白宮最近仲特登主動解密情報，漏俾啲媒體聽，警告中共唔好再密謀運送防空武器俾伊朗。不過前線依然要付出代價。禮拜3就有一名美國士兵喺支援打擊恐怖組織嘅訓練入邊不幸殉職，真係要向呢一位英雄致敬，亦再次提醒我哋守護普世價值同安全需要付出真實沉重嘅代價。咁以上就係今日節目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睇，唔記得點讚、留言同訂閱，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